今天我们借用这个因缘，跟各位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还有我们台湾各地的佛教信徒来报告介绍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成功呢？成功的定力在哪里？不管你是修行，或者你从事于各项的事业啦，或者你读书啦，你一样一定要有那一种坚持，要坚持，要有毅力，不要随便任意的懈怠退转，不可以这样。这是我们必须一定要注意的一点。我们从很多书本上面看到介绍说，一个池塘里面呢有一个荷花呀，那么一个池塘的荷花呢，它第二天会比前一天快速2倍的数量在开放，到了第30天的时候，荷花就会开满了整个池塘。有人就问了，那么在第几天池塘当中的荷花会开一半呢？大家都说应该是第15天。结果呢，这个很懂荷花性质的人就说错了，开了一半的这个荷花是在第29天。29天，这就是荷花的定力了。第一天它开放的只是一小部分，第二天呢，它会以前一天的2倍的速度慢慢的开放，到第29天的时候呢，荷花仅仅开满了一半，直到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外一半。也就是说，它最后一天速度是最快的，等于是前面29天的总和。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荷花定律。我们书本上有写到，竹子用了它4年的时间才长3公分，从第5年开始，以每天30公分的速度，这样非常疯狂的生长，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哦，就长到了15公尺。其实在前面的4年，竹子将根扎在这个土壤里面，它延伸了数百平方公尺，这叫做竹子的定律。它要扎根，一定要把根先扎好，然后慢慢的往上延长。我们呢有一种动物，你们都知道，叫做蝉呢。蝉要在那种暗无天日的地下要生活3年哦。有一种美国的蝉要在地下生活17年哦，那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要忍受各种寂寞和孤独，依靠树根的枝一点一点的慢慢吸它，然后长大，然后在夏天的一个晚上啊，悄悄的它爬到这个树枝的上面，一夜之间它就蜕变成知了啊。什么叫做知了？就是清楚了，他明白了什么是白天，什么是夜晚，他就一下子就明白了，然后期待太阳升起的那一刻，他就可以飞向天空，冲向自由。这叫做金蝉的定律。各位啊，人生也是如此哦。人生呢，一定要经得起折磨，耐得起寂寞，扛得起责任呢，肩负得起这种使命，人生才会有价值哦。看见别人辉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嫉妒，因为别人付出的比你多嘛，他应该要成功的。所以我们国学大师钱穆啊，非常有知名度的，他就说了，古往今来呀，所有大成就者，他的诀窍没有其他，都是能比别人肯下这种笨功夫。胡适先生他也说，这个世界啊，聪明的人太多了，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了。所以成功的人呢，只是少数。我们呢，无论是荷花的定律，或者竹子定律，还是我们讲的金蝉的定律，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意义：成功需要厚积薄发了，慢慢的囤积，然后这样子慢慢薄薄的，一点一点的这样向上发展。要忍受煎熬，要耐得住寂寞。我们讲说坚持，要坚持，再坚持，直到我们最后成功的那一刻。今天呢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很残酷，明天呢会更残酷，后天很美好，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死在明天的晚上，看不到后天的太阳。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呢，都在离成功只有1步的距离，却放弃了，他就放弃了。
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呀，说行100里呀，半90，意思就是提醒大家100里路哦，但是你走了90里了，那只算走了一半，因为很多人坚持到90里就放弃了。那么这些定律呢，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：你要拼到最后，拼的不是运气、聪明，而是你的毅力，要忍受，要忍耐。像我们念佛的人呢，不要老是3心2意啊！各位，我们今天做的功课，我要念佛，我顺心的时候要念佛，可能我不如意的时候我也要念佛。不管是我今天很愉快的时候我要念佛，我心情很糟糕很差劲的时候我也要念佛，始终如一，永不改变。各位，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师父告诉我，这些成功都是属于这些人的，最后多到西方去成就，大家个个都能够花开见佛。所以我们呢，就用这种大自然的植物或者动物啊，他们的生活过程，我们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？为什么能够这么大的发展？就是因为他很坚持，坚持再坚持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从出家的第一天到最后你要离开世间呢，我们也从来不改变。我就是始终如一，早课晚课我一定要做，念佛我始终都不改变，不换题目，一心的投靠阿弥陀佛。如果你能秉持这种理念，师父可以跟各位保证，你们绝对成就的。这一辈子哈，你来这个人生转世非常有意义的。好，我们恭喜大家，阿弥陀佛。